Hello，陳華棟早餐排隊嗰個時間咧，又同大家見面啦。咁啊，陳龍有冇馬退出啊？冇馬退出嘅喎，咁就大賽都叫做大賽前夕啦，因為嚟緊下個禮拜三就國際騎師邀請賽啦，咁啊再較後嘅時間就去到我哋嘅國際賽事㗎啦，咁就聽日就跑10場嘅喎，5草5泥嘅喎，大家留意喎，咁就頭場開跑時間係1點鐘嘅。草地就用C+3欄嘅，咁另外就草地掛牌好地啦，泥地掛牌亦都係好地嘅。咁就停賽騎師2位嘅，杜婉欣巴道嘅，停賽復出騎師就有3位嘅，艾兆禮啦、周俊樂同埋潘明輝嘅。咁就另外啲大彩池都未有多補嘅。巴道因為停賽會唔會損失1、2場頭馬？因為聽日而家吹得幾緊要咧，都係佢因為停賽騎唔到啊，包括第3場11號嘅陸小鳳同埋第6場13號呢個飛來閃耀，吹得幾緊要。好啦，第一場就講過啦，5班就1000米泥地，而家暫時多人排隊就1號嘅魔法足，第3號嘅大利好運，7號嘅特別美麗同埋13號嘅上市魅力啊，多人排隊咧就33，大利好運同埋呢個上市魅力。咁啊現階段截至到而家為止呢4隻馬嘅獨羊賠咗點啊？開飛嘅賠率咁就魔法速遞啦，仍然都係5班，仍然都係潘頓，咁就壓陣，咁就睇下點啦。38蚊嘅獨贏，17蚊嘅位置嘅，另外3號啦，大利好運其實今季演出就麻麻地嘅，雖然頭嗰幾場又跑短啲嘅1200啦，但係上場去翻呢個較長途中距離嘅賽事，但係衝落去又唔係話好多㗎啦。12檔咁啊，聽日點跑啦？咁啊，大利好運就次熱門嘅48蚊嘅獨贏，24蚊嘅位置。另外7號啦，咁就特別美麗啊，咁就3大熱門嚟㗎啦，佢都係第3熱門嚟嘅啫。59蚊嘅獨贏，21蚊嘅位置。再跟住大冧把嗰隻啊，上市魅力啊，86蚊嘅獨贏，23蚊嘅位置嘅。大熱獨贏位置咁其實都幾合理下嘅，魔法速遞38蚊嘅獨贏，17蚊嘅位置啦。今場3大熱門馬棟哥137啊，魔法速遞、大利好運同埋特別美麗嘅。嗱，3隻現階段嘅大熱門131上期有人排隊，不過我中意嘅大利好運，嗰個誠意好十足嘅。點解誠意十足啊？一落班，蔡約翰咧已經係同阿麥道朗咧就即係有默契嘅啦。咁呢個馬咧就落班之後2課閘啊，好少見嘅，即係一般嚟講咧，就蔡約翰即係呢啲咁嘅備戰功夫嚟講係好少見嘅，即係擺到明今次一落班咧已經係 book 定呢個麥道朗，加上今次咧就跑翻呢個強項千六，因為呢隻馬呢個路程咧就1邊2飛3落嚟，即係一半上命啊！我睇嚟咧即係好耐冇贏馬，阿蔡約翰呢隻大好運啊，響呢場賽事個牌面係高少少，12檔唔驚啊！呢隻馬一定係跑後上，一定係跑後上啦，同埋大家12月開始都會開始留意蔡約翰嗰手馬㗎啦，上季。咁啊12月前就贏咗5個 win 嘅，今季就都係6個 win，其實都係尾3嘅，但係上季大家都知啦，係多咗1個 win 嘅。咁就其實大家都知啦，阿蔡上季就10月開始就啲子彈就開始入晒㗎啦，咁就開始射出嚟㗎啦。咁睇下聽日12月頭嘅第一次嘅賽事又點樣啦？不過我最近都聽見馬房料咧都話12月份好啲喎，但係呢個大利好運我係即係佢嗰套功夫嘅誠意真係好十足嘅，即係一早已經卜地麥道朗，因為5班馬，即係佢肯定咧。就呢場賽事同埋跑呢個路程咧，已經係即係嗰個目的，即係佢箭頭所在嘅。咁就麥道朗睇下點。咁你話戰意十足，其實即係好有熱誠。咁其實1號魔法速遞都係嘅，仍然都係用潘頓，咁就睇下可唔可以贏翻場啦。馬就唔叻㗎啦，但係落到嚟5班其實都係超晒嘅馬。呢隻馬有少少似同馬房5班1400嗰隻專家隻線路咩咁啊？哦，嗰隻唔知線路咩，大家都知道我哋講邊隻馬。即係呢啲馬咧搏到佢斷為止，即係跑3年先4嗰隻馬係啦。咁啊，即係斷咗嗰隻咩線路咧，就上幾大咁啊斷咗纜㗎啦。咁呢隻魔法速遞嘅情況應該一模一樣，但係我中意大利好運啊。好啦，睇下第2場啦，鄧哥。嗱，5班1000米泥地賽事多人排隊，就1號嘅黃合金，3號嘅順意寶，6號嘅飛雲，同埋呢個60。同埋嗰隻10號嗰隻東方寶寶啊，都係排隊就36喎，順善寶同埋飛雲。又係順善寶啦，咁啊睇下聽日點啦，落飛嘅情況。咁啊暫時黃金合話81蚊嘅獨贏，32蚊嘅位置啦，上場就放咗出嚟就last頂唔到嘅。另外3號順善寶上次亦都係好多飛啦，大家都知㗎啦。聽日嘅飛數咧方面咧，集團亦都係好多㗎啦，應該78蚊嘅獨贏啦，24蚊嘅位置，睇下可唔可以贏翻場啦。再跟住6號馬啦，飛雲啦，上次就啱啱頂唔住嘅，都係跑過第2嘅啫。10個開嘅，另外10號馬東方寶寶啊，咁啊睇下聽日嚟唔嚟後上啦。83蚊嘅獨贏位置佢大過17蚊喎，第二獨贏落咗喺8號南區王身上喎，匆匆再出睇下點啦。咁啊第二位置咧，頭先都講咗啦，東方寶寶嘅17蚊嘅位置嘅。今場3大熱門馬棟哥183。
11。不過我唔明話東方寶寶點解唔係賽潘明輝跑得咁好近期啊？都足之開齋啊！呢個泥地嗰個性能又好嘅，跑4場位置，我真係有時啲配搭真係拗晒頭。你用潘頓唔高得好多嘅，即係起碼潘明輝跑嘅東方寶寶係熟啊嘛，係咪先？不過唔好理啦，係咪先？用潘頓即係睇嚟都係誠意十足。咁呢場賽事咧，我幾中意，我做第一次做白老鼠咧上線部啊！嗱呢個馬大家知道由舊年到而家差唔多咧，啡格排隊咧就排咗6場嘅。咁啊，但係唯一最近咧就泥地喎。最近泥地嗰場跑第4，睇下今次再跑泥地，我應該 OK。另外飛雲嘅狀態好勇嘅。嗱泥地雖然跑嗰場就唔係話走勢好強勁，或者咧係表現好突出，但係泥地睇嚟都適應嘅。呢個馬目前嘅狀態好勇啊，懶懶地都可以兼顧埋呢個飛雲啊！呢個又係巴道嘅坐騎嚟。巴道坐騎啦，咁啊，今次用黃志宏排7檔減5磅都好跑。其實嗰次嘅泥地唔係話好差㗎咋，即係喺呢度其實睇下可唔可以贏翻場。但係嗰日嘅泥地係好蠱惑嘅泥地嚟㗎嘛。係啊，全部大脫腳咧跑追上嚟，全部追翻上嚟㗎。大家都記得嗰次啊，蠱惑的泥地跑。包括今場嗰隻東方寶寶啦，都係啦，我記得。即係前中嘅輸緊嘅衝上嚟咧，跑都諗佢贏埋添。嗱第3場呢係4分1000米草地賽事，多人排隊咧就初出呢5號嘅瑞木，6號嘅小魔怪。就10號嘅金風萬里同埋11號嘅陸小鳳，都係排隊嘅一對馬，輕講嘅一對馬。10號嘅金風萬里同埋11號嘅陸小鳳。咁睇睇現階段嘅開飛賠率啦，因為其實呢一場咧都有啲馬咧係上次咧就取消賽事嗰場嚟㗎，包括隻7啦、龍奧凌羅啦，咁啊金風萬里啦，咁啊大家都見到金風萬里俾阿杜遠欣打到阿媽都唔認得㗎啦，睇下今次係可唔可以頂多鋪啦？又唔係杜遠欣喎。係啦，呢場就唔係杜遠欣，因為杜遠欣停賽嘅。係啦，咁就5、6、10、11嘅5號瑞木啊，新馬初出希斯嗰啲精品啊，但係配艾杜啦，睇下點樣。零西啊？唔知係咪零西，我未 check 過。咁就38蚊嘅獨人14蚊嘅位置嘅，再跟住6號小魔怪啦，真情跑千二睇下點啦，11倍嘅，另外10號馬金風萬里啦11倍嘅，再跟住11號馬陸小鳳都係11倍嘅。大家留意下睇下金風萬里，睇下會唔會放啦呢場10檔，因為上次杜遠欣係留住少少。嗱，因為嗰場賽就係取消嘅，前面嗰嚿咧。佢好似直路咧，前面嗰嚿聽唔到嘅，就打邊打到咧，差唔多斷咁，就好似金風萬里唔知第2個。金風萬里第2、第3㗎。第2、第3嘅，就後邊嗰陣就拉停晒。凌羅咧就轉彎前已經開始收㗎啦，即係安上人嗰啲騎師已經收啦，即係就咁就騎住喺上面咁就翻嚟嘅啫。咁睇下點啦。5號瑞木啊，就係大熱門嘅38蚊嘅獨人14蚊嘅位置嘅。今場3大熱門馬同哥5、7、9瑞木。龍奧凌羅同埋9號開心果嘅。嗱，瑞木初次上陣啊，梗係上次排隊情況梗係唔知啦，因為第一次上陣。7號呢隻龍奧凌羅咧就上次冇人排嘅，9號開心果咧上次都冇人排嘅。但係我記得佢陸小鳳，差唔多都應該係慣熟咧就走到嘅啦，因為陸小鳳中意冇話走杯底㗎嘛。我就自己就比較中意7㗎啦，因為5呢啲即係唔係話唔中意個練馬師，即係大家都知練馬師即係新馬係叫做有保證，但係對安上人真係冇乜信心真係。咁另外懶懶地可以睺翻隻嘅星辰千歲嘅，咁我上場雖然檔好就衝翻上嚟得個第3，有少少失望。咁但係呢場馬其實好多馬都係見晒底嘅，咁但係就咁相反呢啲星辰千歲應該都仲有得上啊，仲有得進步嘅，咁啊睇下點啦。嗱第4場呢係4分14米賽事，暫時多人排隊嘅4號呢係首飾悟空啊。上次咧大幅增程咧就去到啡格獨贏呢個7號嘅非凡時刻，就10號9層嘅喬峰同埋13號嘅飛躍成就，多人排隊一對馬咧就係4、7、4號嘅首飾悟空，7號嘅非凡時刻嘅。咁講現階段嘅開飛賠率啦，首飾悟空唔係大熱門，非凡時刻唔係大熱門喎，講緊係嗰隻衝上雲霄喎，咁就50蚊嘅獨贏18蚊嘅位置嘅。另外大家留意啦。最重磅嗰隻快活英雄已經可以退熱㗎啦，退熱到去有18個開嘅。咁另外啦，咁跟住就4號啦，首飾悟空啊，81蚊嘅獨贏39蚊嘅位置嘅，咁就上場即係今季初出啦，叫做即係個新鮮感就突街咁，結果一出閘咧就彈咗出嚟，就沿途就擺咗喺前面嘅，咁直路翻嚟就冇乜後勁嘅。睇下呢場11檔啦，睇下會唔會擺翻喺後面啊？布文另外7號啦，非凡時刻咁啊，連續幾場都有飛格㗎啦，12倍嘅，聽日落飛嘅空間都幾大下嘅。再跟住10號啦，喬啦57蚊嘅獨贏24蚊嘅位置，另外大冧把嘅飛躍成就啊61蚊嘅獨贏23蚊嘅位置，大熱門獨贏位置落咗一隻衝上雲霄身上喎。今場3大熱門馬喎，3、10、13衝上雲霄，10號喬峰同埋13號飛躍成就嘅同學。嗱3號呢隻衝往雲霄上嘅跑位置咧，我就集低自己做嗰個 record 咧，就係上半場就有人排，下半場咧都係有人排，但係咧就係排位置。咁你話喬峰嘅上次冇人排，飛躍成就上次過嚟快嗰場千二有人排隊。咁我就喂飛雲時刻點睇咧？
嗱呢場賽事大家都知啊，前至千二就唔放，但係冇人排隊就輸咗。上次咧就跑快谷千六咧就好似係嗰度飛格度嘅。係啊，飛格嚟㗎，臨尾40幾蚊嘅。其實叫做有一場叫做中距離嗰種經驗咧，翻嚟沙田先射幾好跑。即係跑少250米睇下點啦。係啊，咁另外大家都要留意翻，即係除咗首飾悟空我會中意啦，非凡士啦，另外有兩隻冷門大家都要留意下，發財金哥同埋嗰隻巴閉佬，大家都要留意呢兩隻嘅。我暫時中意咧就係嗰隻4號嘅首飾悟空，跟住上次千龍嗰隻有買嘅。係啊，個新鮮感太大啦嗰日，所以變咗出閘咧留唔住啊，出閘又快喎，咁啊冇計啦。翻到嚟第5。嗱第5場呢場4班千4米賽事，暫時多人排隊嘅1號嘅2號嘅笑喜喜啊，3號嘅一世美麗，8號嘅大數據同埋11號嘅天天更好啊，多人排隊嘅對馬就28啊，2號笑喜喜，8號大數據。咁睇睇現階段嘅開飛賠率啦，其實笑喜喜都唔係大熱門嚟㗎，大熱門講緊邊隻咧？潘頓嘅同鄉啊，咁啊麥道朗嗰隻一世美麗啊，咁就暫時2號笑喜喜85蚊嘅獨贏29蚊嘅位置，一世美麗啊，咁啊上場就開咗齋啦，29蚊嘅獨贏16蚊嘅位置，再跟住8號馬大數據啦，上次爆咗個懶嘅 pace 啦，11倍嘅，另外就係11號呢隻天天更好啦，潘頓唔騎就何濟堯騎啦，52蚊嘅獨贏18蚊嘅位置嘅，大熱門獨贏位置落咗喺上場贏咗馬嘅一世美麗身上，29蚊嘅獨贏16蚊嘅位置，今場3大熱門馬2、31笑喜喜一世美麗同埋11號馬天天更好嘅。嗱3隻而家3大熱門上期有人排嘅，2號嘅笑喜喜，3號嘅一世美麗，11個天天更好。不過呢場賽事我幾中意嘅天天更好，雖然潘頓唔騎，但係呢隻馬我相信有啲咁多進步，有咩輕磅，今次嘅檔位好啲，有冇機會入一直3？同埋佢叫做已經有咗幾場千四經驗咧，變咗佢即係佢嘅流嗰種，即係佢嗰種衝刺啊，或者流嗰個程度可以即係更加，即係可以即係有多啲經驗咯。咁就唔需要就好似以前咁啦，擺2、3位。其實呢隻馬係可以根本留喺6、7位啊、7、8位爆上嚟都可以。唔係呢隻馬嚟嗰陣時有啲寄望嘅。有寄望㗎。咁另外就我自己就中意隻2㗎啦。3咧上次咧我就臨場就貼咗嘅，但係我覺得咧即係隻馬咧其實唔係話咁高嘅，即係可能都係4班頂啊、3班中到咯。咁就反而笑喜喜，我覺得佢嘅質素一定係壓過隻3㗎。但本身有啲問題。當然啦，有少少內在嘅毛病嘅，咁但係2檔其實係好。佢心理不正咯，有少少心理係啊11月嗰陣時有個心理不正嘅嗰陣。咁啊上次法國嗰場係熱身嘅啫，但係呢場賽事呢隻天天更好，點解估計得高？因為一出呢隻馬跑3年千二到5倍。但係冇人排㗎嗰次，我記得係冇人排㗎嗰次潘頓係冇人排。跟住我哋第2場冷門就有人排㗎。我哋跟住咧就係潘明輝嗰場諗住執佢一劑，咪結果係全程跟跑嘅。潘明輝佢跑過一場㗎嘛。係啊，潘明輝跑過一場嘅。嗰場好難分開跑嘅。係啊，有啲能力㗎呢隻馬。咁啊到呢個第6場呢場3班1000短途。咁啊，暫時多人排隊就係要嘅馬力4號嘅信心星，7號嘅會長之寶，13號嘅飛來閃耀啊！多人排隊嘅對馬43啊，信心星、飛來閃耀。咁棟哥就一定中意嗰隻㗎啦，我都知㗎啦。飛來閃耀啊！係啦，咁就暫時咁啊4隻馬嘅早餐排隊馬嘅開飛賠率啦，2號啊馬力啊。sorry 啊，係2號馬力啊，咁啊講緊15倍嘅，再跟住4號啦，信心星啦，再短啲啦，睇下點啦，96蚊嘅獨贏34蚊嘅位置有飛㗎，7號會長之寶即係呢一程度相當之準嘅，41蚊嘅獨贏17蚊嘅位置，再跟住13號馬啦，飛來閃耀啊，檔位就差啲㗎啦，2檔咁又但係換翻個懶啲嘅賠率啦，96蚊嘅獨贏29蚊嘅位置嘅，第二獨贏位置就落咗喺7號會長之寶身上嘅，今場3大熱門馬一條筍啊5、6、7啊，棟哥。先講5、6、7啦，3大熱門就英雄豪傑咧就上期冇人排嘅，路星嘅或者冇人排嘅，7號會長之寶有人排嘅。不過我中意飛來閃耀嘅，大家知啊，呢隻馬咧嚟到香港嘅專攻嘅路程係1000，但係好奇怪啲馬唔識轉彎嘅，所以跑過8場賽事咧就2場法國1000係冇影，6場沙田1000咧就有3個位置。咁呢隻馬賽前咧更加咧巴路親自為佢試咗課習嘅，狀態好勇嘅。咁啊今次咧就排2檔冇咩所謂，因為呢隻馬大家知係靠追嘅。咁啊睇下潘明輝點樣攞位，狀態 fit 得好緊要。你話另外攞位嘅大家都可以，其實都可以繼續留意住隻馬力啊！即係我覺得1000暫時係最好，因為隻馬個姜口係好敏感、好搶口下嘅。反而1000咧一氣呵成咧，一啖氣留後跑咁就唔需要話即係1200要留住啊咁樣嘅。即係其實阿霍宏征都要爭下啲啦，因為真係太過冇癮啦。因為呢啲馬力，大熱門瓜埋，跟住白路金剛贏2場，小鳥天龍一轉人即贏，咁啊最冇癮咧！上個禮拜一定超係轉人又即贏，咁真係冇癮嘅。係啊，因為你而家有難得有啲馬力呢啲喺手，你啲跑得唔好，即係下場可能潘頓又掹翻嚟騎，你反而你跑得好，繼續仲有得騎係咪先？咁另外一隻嘅第3條嘅星辰千歲啦，仲有跟住
大家留意啦，12星威森德啦，係搏擊會黃總嘅即係有份嘅馬嚟嘅，咁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好啦，第7場就4分千二位泥地，多人排隊就7號嘅星光快區，10號嘅良區好友，11個大番薯同埋12號呢隻咧考眼角。多人排隊嘅對馬就7號嘅初跑泥地咧星光快區同埋12號呢隻考眼角。咁啊，現階段嘅開飛盤咧，星光快區就唔係最熱㗎啦。咁啊，上場就跑快谷就有啲吱吱喳喳啦。咁就暫時大熱門就係火神神落嘅。咁就睇睇呢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7號星光快區啊，77蚊嘅獨贏就32蚊嘅位置喎。另外就係10號馬啦，大冧爆幾隻啦。良區好友74蚊嘅獨贏28蚊嘅位置，再跟住11號馬大番薯啊，53蚊嘅獨贏20蚊嘅位置。大熱門就落咗喺佢身上嘅，因為始終都係擺前走嘅馬就着數啲跑泥地。另外12號馬啦，最大冧把嗰隻啦，考眼角80蚊嘅獨贏31蚊嘅位置。大熱門獨贏就暫時大番薯53蚊嘅獨贏，但係大二位置大家留意喎，4號火神神路喎，佢個位置飛相當之熱下喎，18蚊嘅。今場3大熱門馬棟哥3、7、11啊，運來5寶星光快區大番薯。星光快區上次用阿麥道佬嗰日我記得係麥道佬第一次同馬迷見面禮拜3夜賽嚟嘅，冇人排隊嘅。臨尾係冇人排隊嘅，走晒㗎，下半場係。唔係上下半場冇人排嘅。咁另外運來5寶就有少少人排，最跟住咩11啊？11。上個大番薯有人排，不過我幾中意星光嘅快區嗱，今次再由即係麥道佬跑咧，即係證明上一場賽事，即係呢啲輸馬咧，所謂阿神龍。斯文啲講，即係有共識，有共識嘅，即係知道輸嘅。嗱，今次轉泥地呢個馬可能突如其來嘅，因為呢馬係一隻有前景嘅馬嚟嘅。嚟香港試過閘㗎。嚟香港跑過5、6場咧，其中有2場飛格嘅，2場飛格，2場嘅走勢都唔錯，其中一場更加跑位置咧。泥地試過閘㗎，同埋大家都見啦，即係學下棟哥話齋麥道朗賽騎啦，啱啱嗰隻龍辮邊影上一場咪輸完咯，啱啱就跑翻第3。我都咪執翻啲少嘢錢，上一場咪買位置咯，有呢場跑。我就呢場先買啊，上一場我就唔中意啊，反而棟哥。唉，真係一時跑馬真係激死啊！不過我係幾中意星光快馬，我中意㗎啦。總之呢隻馬就臨場睇。係啊，都要睇埋個上下賠。上一場千二嗰場一檔快活谷千二冇人排隊嘅，1、2檔嗰場。第8場呢場高翻啲啦，2分千二米泥地賽事，多人排隊就1號嘅天天同樂，3號嘅笑傲江湖，跟住就廖康銘嘅一對馬。就6號嘅星龍區，7號嘅精英紅心，多人排隊咧就6、7啊，廖康銘嘅一對馬。6、7一對馬咁就之前就泥地就搞個大龍鳳啦，廖康銘3隻咁啊，結果大家都知。包三龍彩最多人排隊嗰隻精英紅心贏咗㗎啦。嗰隻星龍區一馬啦，贏緊嗰隻精英紅心。嗱，今次咧跑短啲咧。可能精英紅心贏翻你星龍區。嗱呢樣嘢我同你有個共識啊！頭先我哋都度過，咁啊講講啲4隻馬嘅賠率先啦。天天同樂52蚊嘅獨贏21蚊嘅位置，睇下放出嚟又點啦。笑傲江湖咁就上次就叫都叫9優復出啦，咁就喂都厲害，跑得幾犀利。因為之前嗰啲賽績真係好令人失望。其實因為呢隻馬其實都俾人有少少期望下嘅，即係睇下嚟緊即係今季有冇機會可以接班到嗰啲咩1200啊嗰啲，即係嗰啲級制賽事。犀利啊！係啊，咁啊34蚊嘅獨贏16蚊嘅位置啦，再跟住6號馬星龍區啦，81蚊嘅獨贏35蚊嘅位置，佢就會熱過隻7號精英紅心，因為始終精英紅心睇落去個積咧就會短少少嘅呢個1200米嘅紅積，11倍嘅獨贏嘅。今場3大熱門馬136天天同樂、笑傲江湖、星龍區。嗱，因為點解你精英紅心唔短咧？因為佢呢隻馬大嘅隻跑泥地輸過一場就夜馬泥地，呢隻馬咧就唔係夜遊神嚟嘅，夜馬泥地輸。跑過一場泥地嗰場賽就係舊年啊，第一場跑，大家知呢隻馬嘅體重幾多啊？1200幾磅。一般嚟講咧，初出嗰啲咁大隻馬嘅狀態一定唔夠，但係呢馬泥地非常之犀利，同埋呢組唔係好強嘅隻對手啊陳龍，即係我哋話真係有4隻都可以執起佢嘅，嗱好似龍之輝啊、紅日社啊、仁和家興啊、同埋電信巴打呢4隻可以執起佢。今次2檔嘅好好跑嘅，睇下希威森咧直路。攞個位上嚟，攞得順唔順？同埋大家要留意啦，即係雖然佢上季或者去到今季都要一定要跑啲偏中長途嗰啲馬，即係嗰啲路程啦。但係大家留意翻呢隻就唔似蔡約翰嗰隻大利好運咁，呢隻馬係有少少前速嘅，有少少前速嘅，所以佢唔需要好似嗰啲大利好運啊跑1200會好脫節嘅。呢啲我預計聽日可能1200會守喺6、7位、7、8位咧，呢場馬都幾多馬放啊，因為講緊。
天天同樂啊、自強不息都會喺前面啦，笑傲江湖都喺前面嘅。星龍星龍區啦、人和家興啦、電信巴打龍之輝啦，咁啊當然電信巴打可能千二就會短少少嘅，咁但係佢都會擺喺前面，所以呢場我數都有6、7隻馬會擺喺前面。佢好好跑嘅，啲好好跑。當然希望佢轉彎咧就唔好貼埋欄，即係揾位上啦，就移定出嚟先啦。其實我諗要去到600至700度要移定出嚟㗎，因為呢隻馬係比較大步同埋 pick up 得比較慢嗰啲馬嚟。但係我睇呢場賽事絕對有計嘅。嗱，大家又估下啦，星龍佢係上次1600就贏精英紅心啦，估計呢場我認為咧就精英紅心千二可能贏翻。我都中意隻7多嗰隻路啊！呢場馬力狀態好靚。嗱，第9場呢係3蚊1600離地賽事，多人排呢隻上次輕鬆贏馬呢度嘅新意馬。上次咧就幫我金成功開齋嘅3號嘅張鋭啊，張鋭係啦，跟住係4號嘅堅有利同埋5號嘅不同世界，多人排隊嘅一對馬咧就係睇下先係13新意馬同埋呢個張鋭13嘅好嘅，咁啊講講現階段呢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新意馬上場其實大家都知嗰日全日咧就利後上嘅，得佢一隻咧就零零丁丁就擺喺頭，仲大外檔係啦，仲要大外檔。但係大家要留意嗰日排隊檔嗰一場嘅新意馬係好多人排隊，即係好似知道咧反傳統咁樣嘅嗰日。咁啊新意馬暫時係64蚊嘅獨贏啦，位置係13蚊嘅。咁希望希偉森一出閘就彈咗出嚟，就擺喺前面啦，就唔好留啦。咁就位置就好熱下嘅，佢係大熱嚟嘅。另外3號啦，張鋭啦，咁啊上次金城江嘅開齋買啦，今季開齋買啦，92蚊嘅獨贏35蚊嘅位置，再跟住4號啦堅有利11倍嘅。另外5號馬不同世界就10個開嘅，大熱門獨贏就落咗喺潘頓嗰隻神區係身上喎，海明神區喎43蚊嘅獨贏，但係位置有32蚊嘅位置。頭先我都講啦，新意馬係最熱嘅，得13蚊嘅位置嘅。今場動哥3隻熱門馬1、3、13，新意馬張鋭、海明神區13就有人排，張鋭同埋呢個新意馬。上次海明神區贏嗰隻康莊之星係冇人排嘅，呢個馬點贏得康莊之星啊，大佬！即係呢啲賽果真係直情你話1、2季之後真係冇人信，即係可能佢如果再同呢個康莊之星碰頭咧，康莊之星同佢跑10次都贏佢。我諗康莊之星今季如果再喺阿星仔手上，我寧願換潘頓啦，或者係麥道朗。熱啲就熱啲啦，熱啲穩陣啦。即係買落去，我買咗落去，即係睇輸啊，都係服啊嘛。當然前一場動哥或者大家都會話康莊之星係其他隻，其實上一場咧幾有誠意下嘅，係啦，真係有時有啲馬又唔可以怪阿星仔。咁你做一場有誠意啊，大佬。即係等於阿竹園咁就唔關佢事嘅，我其實覺得真係。佢輸咗就關佢事㗎啦，我唔理㗎啦。係，即係輸咗關騎師練馬師事㗎啦，係咪先？唔會賴落隻馬。嗱，你好似巴道前次跑咪又係咁嘅位，重視直路個位，大外檔，咪一樣贏係咪先？咁另外大家留意埋升價啦，睇下聽日有冇人排隊啦。呢隻馬睇下過嚟泥地跑。不過佢而家佢呢啲分數都係專攻發嗰個路程千百好啲喎，陳導。佢可能想試一試咯，即係試一試泥地咯，睇下可以點咯。好啦，第10場呢人3蚊千4蚊賽事，多人排隊就一路嘅小鳥天堂耀嘅喜尊龍，跟住一對輕磅馬，13號嘅一生好彩，14號嘅準輝王，多人排隊係輕磅馬一對喎。因為我發覺早餐排隊馬咧。嗰啲大哥咧好中意揾啲輕磅馬作為重心嘅早餐，就13、14一生好彩同埋呢個準輝王一頭一尾啊！咁就小鳥天堂咁就上次就有啲馬迷朋友就話潘頓就嗰手邊就幾輕下嘅。喂，但係嗰個第3完全冇威脅喎。可能佢就係大家其實都知道潘頓。喂，嗰日咧，見到頭頭嘅威脅就撩下算。嗰日草地嘅全日就利後上，就係嗰場賽就擺前就包前嗰幾隻咯，係啦。解除3個頭仔包三龍彩啊嘛。甚至乎小利天堂其實都係擺喺較前啲嘅位置嘅，咁啊睇下聽日潘頓即係騎過嗰對馬喜尊龍鬥小利天堂1、2又點啦？咁啊暫時1就大熱門㗎啦，31蚊嘅獨贏19蚊嘅位置幾爛下㗎？點解咧？因為講緊啲位置落晒落去隻2啊喜尊龍身上啊，咁啊麥道朗啦39蚊獨贏啦，位置得1.1嘅，另外大冧擺一對馬。一生好彩同埋準輝王，一生好彩就13倍，準輝王就10個開嘅。不過我中意準輝王。另外就上次爆冷嗰隻鬥智波18倍，睇下聽日個排隊情況又點咯。暫時唔好買住。有一隻馬咧就有人吹嘅哥倫布，但我知道又麻麻地嘅啫。不過我中意準輝王。準輝王呢個馬又係1400可愛到啲。上次我中咗伏啊！上次我中咗伏啊！但上次嘅流放係一絕咁好。係一絕咁好㗎。嗱，今次咧就巴道停再用班得係冇咩所謂嘅。咁啊睇嚟呢隻馬，我睇應該如果買 pace 呢隻較為穩健啲，因為佢呢隻馬以佢天性嘅實力咧，絕對夠3班，即係只不過今次提早上3班同3班嗰啲硬淨對手碰頭啫嘛。因為你個1號同埋
2號以為佢20萬佢唔起啊！哇，一頭一尾爭成20磅啊！如果準輝煌嗱，講埋嗰個陣龍，嗱，估計呢場賽事兩大熱門係少呢天龍同埋喜尊龍啦。我估計聽日臨場咧，1、2梗有一隻冇人排，你睇住，即係冇理由1、2 Q 嘅，兩隻135磅，你估真係你嘅咩？同埋檔位亦都唔係話好靚嘅啫，兩隻一隻8檔，一隻11檔，都係要睇埋聽日嘅臨場嘅跑地狀況係。嗱，仲有一隻一身好咗場嘅升班咧，就賭到飛格獨贏啦，好似個走勢麻麻地，但係呢隻馬3班我睇夠班嘅。用艾少禮換上呢個潘明輝14檔都好把，即拖住一定係衝最後3把。拖住衝仲好啊！你唔好即係喺中游位置喺外面啊！你直情拖到最尾尾耳咁樣直路殺一段上嚟仲好。好啦，咁有10場嘅早餐排隊馬都講完啦，咁就又到咗我哋嘅排隊陰濕馬嘅時間啦。棟哥，上次我哋都中咗隻都靈冠星，但現場冇人排啊嘛，所以咪陰濕咯，就係話現場冇人排啊嘛，上架半場冇人排。咁啊，其實我哋嗰晚嘅排隊馬幾好 OK 嘅。嗱，比場嘅做埋小龍彩啦，1萬1000幾。冇錯。嗱，兩隻陰濕排隊馬就3場10個陸小鳳，4場4呢隻首飾悟空。我自己中意呢就6場13呢個飛來閃耀，8場7。就呢隻精英紅針。咁我就都係中意潘頓麥道朗一對㗎啦，咁啊大家都見到㗎啦鏡頭，咁我就會中意隻5場2笑喜喜同埋呢隻7場7嘅星光快區。咁星光快區大家都必須要真係要留意聽日嘅上下半場排隊馬啦。泥地試閘有個咁就父系同系馬，亦都有啲泥地跑得唔錯嘅馬嚟嘅，咁啊試準晒㗎啦。其實泥地喺試閘度試準晒㗎啦。即係呢隻馬麥道朗上次騎過咧，咁佢都知道呢隻馬有啲咩缺點啊，有啲咩即係小毛病啊咁。我諗出閘如果順利嘅話 set 住喺5、6位咧，直路爆上嚟咧，以佢嗰種後勁咧，應該冇其他馬可以抵擋得住嘅。笑喜喜啦，即係今季跑過第5，其實都係當熱身一場嘅啫。事後咁就其實潘頓都會試過一課習嘅，走勢係相當之輕鬆，末段即係有個位攝上嚟咧，一望空咧已經係爆到上嚟㗎啦。今場我覺得同即係佢嗰個對手一世美麗咧，即係你話上場其實我贏就贏啫，但係其實贏得唔係話好輕鬆嘅。但係上一場咧，阿陳同我要補充，一世美麗當時我見到個狀態7成8成，即係同埋即係以蔡約翰近呢個零月嘅成績咧，呢啲馬贏得咧都算得上係厲害嘅。因為其實大家都要知道咧，駿馬之曲咧已經轉咗倉㗎啦。睇下隻笑喜喜，即係都叫係同主，即係都係同主身份啦。咁睇下點啦，擺喺度繼續。呢個練馬師嗰啲馬都好難搞嘅，係咪先？咁駿馬之曲都叫做問題馬嚟嘅，又唔知點解又有咁多人排隊喎。係啊，好多人排嘅，好多人排，落飛落得好犀利㗎，係啊。咁又係前中段嘅處理手法好似係操之過急咁啊！唉，唔知啊。咁另外嗰啲嘅星雲傳奇又係咁。係啊，咁另外聽日臨場我都會即係都會 hold 住一場嘅，即係發財金歌嗰場有幾隻馬㗎，即係講緊係啊。咁聽日大家要留意埋臨場嘅排隊馬啦。咁就錄片時間而家5點23分，或者我哋講埋個騎師王練馬師王啦。今次嗰個練馬師王我幾中意冷冷啲嘅阿蔡神。懶啲蔡神都唔係好懶嘅咋，或者我報一報啊，蔡神都係4倍嘅啫。唔係啊嘛，暫時最熱嘅就係蘇慧賢啦，9匹上陣馬嘅4倍落到3.75倍嘅。蔡約翰啦，次熱門嚟嘅4倍嘅，咁啊7匹上陣馬啦。其實聽日7匹馬嘅馬房都幾多㗎。廖康銘、文家良啊、沈集成、羅富全呢啲啦，咁啊廖康銘7倍啦，文家良回飛啦8.5。沈集成15倍，羅富全14倍啊！另外賀賢都係7匹上陣馬嘅16倍，回到17倍啦。7匹上陣馬嘅咖喱仔，啱啱星期3嘅攻勢就幾勁下啦，咁就35倍嘅，咁啊企硬嘅。尤達榮8匹上陣馬20倍啦，希斯25倍大回飛嘅啦，已經回到上28倍，開飛半個鐘頭，咁就呂健威啦18倍啦，另外回飛嘅仲有毛偉傑啦50倍，咁啊講埋啦，咁就黎超星6匹上陣馬25倍。姚本輝5匹上陣馬50倍，其他練馬師大家都要留意啊！都唔係話好爛嘅就16倍嘅啫。另外騎師王方面咁就澳洲雙殺就最熱㗎啦，咁就潘頓8匹坐騎啦2.15倍嘅，麥道朗6匹坐騎嘅啫4.5倍啊。另外何澤堯5匹上陣馬咁就15倍，田泰安咁啊多翻少少坐騎啦8匹嘅啫，但係都唔係 full booking嘅而家10倍嘅，幾人可能反而係最多馬騎嘅喎，咁就12倍嘅9匹上陣馬嘅，布文8匹上陣馬15倍，咁啊另外講埋其他騎師啦，班德禮22倍，艾杜拿25倍，霍雲星28倍，蔡明少35倍，周俊樂35倍，黃志雲、潘明輝各有6匹上陣馬，各45倍，另外其他騎師嘅選項係25倍嘅。嗱，聽日咧我哋排隊馬早餐推薦練馬師王嘅蔡約翰啦，蔡約翰，即係其實蔡約翰聽日攞唔攞到呢個練馬師王第一場嗰隻大利好運好緊要，
即係最基本呢隻馬一定係有6分揸手。我覺得聽日又係低分封王嗰啲。哇！嗰日個騎師同大佬有22分封王啊！係啊，其實你方家柏其實仲有得買㗎，但係尾嗰3場其實已經截咗㗎啦。咁方家柏就去到第6場已經截咗㗎啦。係太早唔受注喎。係啊，佢就係話咯，唔知第5場定第6場已經唔受注㗎啦。但係佢其實爭。即係第2爭佢唔係好多分嘅，但係好似已經知道，已經話俾你聽，一定係方家柏攞。佢連嗰啲揸住嗰個紀錄㗎。佢連嗰啲利息都唔俾你，1.1幾、1.0幾嗰啲都唔俾你。一早唔知第5場定係第6場已經截咗㗎啦，好鬼得意啊嗰日。好啦，咁就10場嘅早餐排隊馬亦都講完啦。咁啊，聽日就有重複多次啊！連馬之王我哋推薦早餐排隊馬推薦蔡約翰。1點鐘開跑嘅，咁又直播開播嘅時間係12點30分嘅。咁啊，聽日有得棟哥啦，有阿大飛啦，亦都仍然有我神童同埋昌哥喺後面嘅。再一次咁又多謝大家即係各位勝利台，即係近啲都叫個幾兩個禮拜啦，即係對我哋嘅課金捐款嘅支持啦。其實所有嘅捐款嘅單咧，我已經係擺咗上貼文同埋鋪咗上去㗎啦，大家去睇翻。因為我唔係話要去話，喂，我哋勝利台捐咗咁多錢點，而係即係我哋均真真係啦，而係一來均真，二來就係因為啲錢。你哋每一位都有份嘅，每一位睇過我哋直播片啊，睇過我哋早餐排隊馬嘅片啊，或者去直接真係課金嘅話，你哋每一位都有份嘅，所以我一定要公開出嚟俾大家知道嘅。咁就再一次好多謝大家啦，咁就記得大家如果贏咗馬嘅繼續捐款啦，咁就喺呢度就唔阻大家咁耐啦。我神童同阿棟哥同大家講聲，拜拜。